因正台南400含台湾灯会，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出版美食旅游手册，内面包含台南37区的特色美食景点和旅游行程。台南真的好玩，好吃又好玩，值得您一玩再玩。难怪 CNN 会推荐台南成为2024年全世界为24个最值得一游的景点。全台湾只有台南入选，也难怪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杂志旅游版会推荐这个台南成为2024年全世界为30个最酷的景点。一页一页的手册内面，除了有图文解说，还佫包含米其林指南和经典伴手礼，会当讲是包山佫包海。同时也有由区长康美食部落客带路，推荐走访在地人才知影的所在。学校有上有名，咱的三万一买就是咱永通咱的米其林必比登2023、2022连续2年了了，咱食一个嘛，等食咱的顺德咱的牛肉汤然后咱来去朱地中拜拜。我们有在地豆菜面。还佫有咱的迄种阮的河城的碗粿，还佫有阮的大肠包小肠。然后若假使讲迄种手册上的部分，大家意犹未尽的话，欢迎来阮新营。实体手册限量500本，锁定版本发布伫台南旅游网站，提供游客免费使用。只要有这本旅游手册，就当轻松耍台南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